好多港澳朋友、海外返嚟嘅華僑朋友溫中山素食餐廳，最驚兩樣嘢，一就係油多肥膩，二就係全部都係仿肉素食，添加劑多，食唔出食材本身嘅味道。好多港澳同海外朋友對內地素食嘅印象，仲停留係油膩嘅仿製菜或者簡單嘅滾青菜。其實大灣區中山藏住好多健康素食餐廳，都係本地人私藏嘅寶藏素食館。唔搞花巧嘅素肉仿製，唔重油重調味，主打保留食材原汁原味，用天然新鮮食材做出各有特色嘅純粹素食。今日同大家盤點5間我親測值得反覆打卡嘅中山健康素食店，適配追求健康飲食、清淡養生、唔喜歡油膩嘅大灣區生活人群。無論係日常食飯、養生輕食、朋友小聚、火鍋簡餐，全部都有合適選擇，係真正嘅健康食材，精緻烹調，完全顛覆你嘅想象。一、素真茶堂來意，佢哋係健康中式閃意茶食餐廳。佢哋將茶道美學與健康蔬食完美融合，用一杯有機好茶、一份精緻素點，講俾港澳同海外嘅朋友，內地嘅健康素食早已超越咗你嘅想象。今日帶大家嚟中山石岐，探一間撞喺假日廣場裏面嘅寶藏茶堂。呢度冇仿製肉，只有真正健康嘅食材同有機好茶，連裝修都高級得，好似走入咗 A10嘅門店。港澳朋友都話驚豔。來意本身就係專注有機生態茶10年嘅品牌，素真茶堂係佢哋旗下第一家線下高端素宴實體店。呢度唔係傳統印象中嘅齋堂，而係將生態茶席與植物料理結合嘅清修式茶空間。佢哋主打有機健康素食，加中式禪意茶食，加養生茶飲，團契聚餐、靜心下午茶超合適。食材天然有機，清淡少油少鹽，純素料理，還原食材本味，養生健康，腸胃無負擔。佢哋仲主打擁有歐盟同中國雙有機認證嘅生態茶單。我推薦呢款影山紅霞有機日曬紅茶，日曬工藝，讓茶湯溫潤甘甜，完全無苦澀味，每一口都係陽光般嘅暖意。餐點特色包括配茶嘅小點心都好有心思，菠菜白肉香菇、餃皮薄餡粥、麻醬秋葵清爽開胃，仲有口感滑嫩嘅布甸同紮實嘅核桃糕。人均消費約41到100元，豐儉由人，環境古樸雅致，禪意靜謐，燈光柔和乾淨，中式簡約美學，安靜唔嘈雜，適合談心、小聚、療癒放鬆，拍照氛圍感拉滿。呢度無仿製嘅素肉，全部係天然食材嘅完美呈現，喺商場入面推門而入嘅瞬間，就能隔絕喧囂，溫到嗰份久違嘅鬆弛感。2. 魚幫豆腐坊，三香店係豆腐嘅百變健康美學。嚟中山生活，一定要試下呢間主打手工天然豆製品嘅健康素食店。同普通素食店完全唔一樣，佢哋嘅核心優勢係手工現做、零添加，主打豆腐、各類自製豆製品料理，全程輕加工，無重調味、無重油、重醬料，最大程度保留黃豆天然嘅豆香同食材本味，口感嫩滑清甜，健康養胃，老少皆宜，非常適合腸胃敏感、中意清淡天然口味嘅港澳同葡同海外朋友。我非常推薦呢家以豆腐為主題嘅餐廳。眾所周知，大豆係優質植物蛋白，呢度將豆腐做到出神入化，低脂高蛋白，多食完全無罪惡感。呢度做質樸且健康嘅豆腐，豆製品係非常重要嘅蛋白質來源。佢哋用最好嘅有機黃豆，拼配各地嘅老品種黃豆，手工製作豆腐。佢哋考慮粵港澳地區嘅口味需求，同時又要選擇符合初心嘅原料同調味。魚幫豆腐坊創辦人就好似咖啡師對待咖啡豆咁樣，做黃豆，用有機黃豆拼配各地老品種嘅豆，甚至會根據節氣出時令豆腐不斷出新。菜品包括招牌手工豆腐、豆腐漢堡、麻婆豆腐、披薩、豆乳、椰漿、冰淇淋等。佢絕對係本土三香嘅特色門店寶藏，有接地氣嘅本土小店氛圍，全手工豆腐、豆製品，製作過程非常乾淨衛生，純粹健康。魚幫豆腐坊嘅地道本土風味，純粹又安心，係三鄉片區必食嘅健康素食。3. 海悅軒健康素食，位於東方海悅酒店6樓，係旗江邊嘅輕奢素菜餐。
佢哋係酒店一間高端素食、精緻粵菜、口味清淡雅致。酒店高層通透就餐環境，落地玻璃窗，簡約雅致裝修，高空視野，食物無添加濃湯，清澈時蔬，精緻雜糧點心。好多港澳朋友中意精緻、乾淨、雅致嘅用餐環境，呢間絕對啱你心水。作為酒店主打健康嘅素食餐區，完全脫離普通素食店嘅重油重味套路，主打粵菜清鮮養生做法。最大亮點係尊重食材原味，通過精準火候同專業烹調，提升食材本身嘅鮮香，每一道菜都精緻又健康。環境高空通透，安靜舒適，私密性好，無論係帶長輩飲茶、食素、朋友小聚，定係簡約商務小宴請，都非常合適。口味清淡唔寡淡，精緻唔浮誇，係中山少見嘅高品質養生素食選擇。精緻擺盤嘅養生素菜、藥膳菌湯、時令精緻蔬食，食材紋理清晰，食完身體完全無負擔，又能助擁一線光景。好多港澳回頭客都話喺港台都好難揾到咁高品質嘅全素餐廳。4. 素喜蔬食係穿越花樣年華嘅港風文藝素食，呢間顏值同實力相在線，年輕化創意，清爽自愈，輕食創新，原味升級，顏值口感兼具。佢哋係中山超受歡迎嘅年輕化蔬食專門店，徹底顛覆大家對素食寡淡無味嘅刻板印象。門店環境簡約清新，日系自寓風裝修，溫柔燈光，舒適餐桌，乾淨整潔，氛圍感十足。菜品包括創意蔬食料理、蔬果搭配菜品、特色雜糧輕食，色彩自然豐富，食材新鮮切面，無重油醬料，原生態食材質感。佢哋唔靠重鹽重辣，唔靠仿肉湊數，靠創意搭配升級，食材原味。佢哋將各類新鮮蔬果、菌菇、雜糧巧妙結合，保留每一種食材嘅本味，口感層次豐富，清爽又開胃。呢家店絕對係打卡勝地，裝修重現60年代老香港嘅紙醉金迷，彷彿一秒走進花樣年華嘅片場。店內環境乾淨自愈，氛圍感滿滿，好適合拍照打卡、閨蜜小聚。佢哋嘅健康理念不僅環境有格調，菜品更係輕盈無負擔。推薦四季豆炒海茸、紫蘇炒蓮藕，口感爽脆，清淡卻有鑊氣。完全唔係靠油取勝，而係食材本身嘅鮮香。想食健康、精緻、唔單調嘅原味素食，中意輕食、清爽口味嘅朋友一定要試下。5種福素食火鍋餐廳，帶你哋去食健康清淡嘅養生素食自助火鍋。好多人覺得素食火鍋一定寡淡，唔好食，呢間絕對可以刷新你嘅認知。佢哋堅持養生清湯，鍋底加新鮮原生食材，完全唔會靠重調料掩蓋食材味道。所有蔬菜、菌菇、乾貨、豆製品全部新鮮自選，種類超級豐富。火鍋湯底包括清潤養生清湯鍋底、菌湯、素高湯、無重油辣油，有超大新鮮食材，自助自選區，時蔬、菌菇、雜糧、豆製品整齊擺放。食材清湯涮煮嘅方式，最大程度鎖住及保留食材原生態、新鮮及本身嘅鮮甜味道，原汁原味，清潤養胃，食完個人會好清爽，完全唔會油膩上火。喺中山亦能食到清爽嘅素食火鍋，冇厚重嘅紅油，全係菌菇、野菜，有機時蔬，湯底用山泉水熬煮，滾完菜飲口湯，非常適合追求極致清淡養生嘅朋友。呢度嘅純素自助餐係一絕，食材超過200種，重點係現煮麵食區嘅蔬菜超新鮮，仲有現打嘅五穀雜糧、手工果醬等。門店係寬敞明亮嘅火鍋店，環境整潔乾淨、大氣，空間開闊，好適合一家人聚餐、朋友多人約飯。想食健康無負擔火鍋，揀呢間就啱晒。結尾喺大灣區中山生活，唔只有地道美食，仲有超多安心健康嘅養生選擇。喺中山呢座大灣區城市，素食可以好新潮、好有品味。呢5間素食店，每一間都摒棄傳統重油、仿肉素食嘅做法，專注食材本味、天然健康，各有特色。中山嘅素食，從酒店高層同高端嘅氛圍餐廳，到復古風嘅網紅店，再到接地氣嘅豆腐坊同養生火鍋，每一家都係盜用真正健康嘅食材說話。
無論你係長期定居、養老休養，定係短期嚟中山遊玩，想食清淡、乾淨、養生嘅餐食，呢份清單一定要收藏好。呢度嘅生活節奏，配上咁樣一餐嘅輕食，就係最舒服嘅大灣區生活。關注我，帶你繼續探索灣區高品質生活。